579000人投票，為香港民主創歷史。喺政府同建制派聯手打壓之下，516公投投票率仍然有17.1%，近58萬人投票，係03年7·1以嚟最大規模嘅民主動員。超過50萬嘅香港市民呢，不計成敗投下佢良知嘅一票，為香港同埋為香港嘅民主嘅前途咧感覺到自豪。不過社民連都承認投票率未及預期。今次嘅投票率低兩個原因，一個原因就係全面杯葛打壓，再加上我哋啲盟友咁樣係嘛？咁當然呢個結果，如果係有80萬、100萬人，咁我梗係即係會大聲好多啦，有好多籌碼啦。但係 even 好似而家咁樣，呢50幾萬人嗰個意志係嘛？嗰個爭取民主嘅決心係通過呢個投票顯現出嚟啊嘛，係咪？咁你特區政府係要回應噶嘛，你唔可以唔回應噶嘛。其實支持公投嘅人都明白，人數唔係最重要㗎，最重要係啟動本港史上首次公投。投票率低唔可以話香港市民唔支持民主啊嘛，因為你自己做咁大努力，你撳低佢，係咪？威逼你有乜都出埋，咁多小動作。無論今次嗰個投票率係高抑或低咧，我覺得今日大家都上咗一課好重要嘅公民教育。陳日君樞機都由歐洲飛返嚟香港投票。我就覺得係好重要，所以我特登翻嚟啊！而家坐飛機好唔舒服嘅，雖然我哋冇公投嘅制度啫，不過呢個都係一個機會表態啊嘛，咁啊希望大家珍惜咯。結果公社兩黨同大專2012嘅候選人合共攞到超過50萬票，佔全部選票6%，5個辭職議員順利高票當選，重返立法會。